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DJ 英，欢迎收看《爱用方法》。今天我收介到的两位来宾，来自屏东的竹田，佢係很有名嘅一位營養師，翕相已經超過一甲子60年以上哦。所以所有屏東竹田人應該呢都識佢，叫做劉勝松先生。你大家向下來分享，劉先生你好，主持人好，觀眾朋友大家好。哇，阿爸竟然幾多歲？哦，我係公益讀書嘛。做啲問嗬，嗱大家來分享一下。我嘅成人自主，過去也都以前哦，已經見過一個皇帝。哦。6個總統。可以講係已經人都85歲。哇，85歲啦，我家婆差唔多啊，佢係阿爸做的啦，嗬。可以，佢阿爸剛剛紹介到呢，唔係營養師嗬，老青島人有翕相，佢係從乜嘅時節開始老你翕相？好，我入營嘅時間嗬，佢考嘅動學徒啊嗬，佢為民國嗰個一個40幾年代嘅考嘅。都開始有翕相嘅，因為那個時節啦，嗬，一個社會一個台灣剛剛光復，社會嚟講係生活嘅困苦，社會幾乎講啱你都係冇正常嘅社會嘅嗬，所以講所有物價嘅調啦，嗬，都1、2、3起啊，所以講人民嚟講，因冇生產嘅公司。上班，一般都務農為主，所以講務農一生啊，都土地有限啊，人競爭緊土地有限，所以講我當時你經常講我喺讀書一邊一把刀唔要走那一條路，所以靠依來講，一靠來靠去，經過一個體驗下，大家商量結果如來講冇種你學技術，所以喺老不坑也有商量過哈。有一數字你啊貴姓人都唔講到安尼。有樣，幾時節幾多歲還記得冇？佢考嘅係都19歲。19歲，聽講佢邊有帶一種19歲相片係嘛？也個都19歲嘅考係當時我嘅屏東市福建州上嘅同那個學徒嘅時間，一個一種嘅相片。可以係非常嘅貼切嗬。幾時節嘅照相機按太一張哦，差唔多按個啊嗬。有。哇，真件叫做喊多一個暗示力。係真件同貼切，同時呢後生時節很帥啊嗬。羨慕，所以幾陣時節19歲係學徒嗬，幾先生會當學冇，還記得冇？好嚴格啦。非常嘅嚴格，幾乎佢考我19歲，係嗰樣就奈啊，應該講起一個目前係19歲後生啊，當然唔可以去當人家學徒啊，上去賺錢安尼，一面嚟講都係賺錢，因為當時我冇安尼想法吧，你講我係陸客人一出嗰時節，陸客人商量講啊，都走家我哋陸客嘅父母啊，講都有個路程安尼都原來都去學安尼。嗰時節學習有錢冇？有錢好拿冇？完全冇學錢。冇啊！一張日啊，只有10元嘅剃頭錢啊，剃100頭拿都10元都完了嘅。都冇誒？都冇安尼。做一張日做剃100頭啊？都冇用錢，冇當用錢啊。唔過有本色本帶啊，係冇？佢學習嘅話，先生係一步一步嘅教，係你講自家來觀察、自家看、自家學。還是最一個基本咧，最基本那個點相片，點相片點安尼嘅拿毛筆個水磨個毛筆，沾個墨水，墨水控制一個淡濃，要刺激，要自己看觀察安尼。我用點冇，做嘛用點？相片，我下絲啊。相片寫出來有個相片上面有個馬點咧，拍個馬點嘅安尼，有拍相片已經有拍個馬。佢嚟講啊，佢點嚟講都唔知彩啊！一天咧，經過一個
咩水吼，要加工，修正过啊，喺度很多点相片的嗰個加工啊。跟木做嘅动金嗬，印款做唔係動物水哦，冇一塊面做糊體嚟係嘛？啊，點啊邊，你講啊動物水點啊糊嘅，嗰糊點嘅翻嚟，不如講冇點過好啊。幾種相片做快體通過唔得啦，通過唔得。哦，幾時節相片按用型嗬，真係動體書。談講幾段時間呢，士兵員做係咪一台？一台，見邊嘛要帶幾段時間嘅錢係冇？即係你來看一下，幾時節係用嘅算還記得冇？佢考嘅沙飛上，佢使用嘅也好，上千上萬，幾乎講啊冇按嘅幾塊錢南洋錢啊！一天兩個最起碼都1000元，所以買東西啊呢。你下買有1000元呢？如果你下帶係1萬元。1萬元，一個都台幣，台灣元嗬，台幣一種都1萬元，4萬元，4萬元紙幣，那我目前那個一個元那個新台幣啊。啊，差很多哦。所以講嘅一個都同飛紙一樣啊，冇價值嘅東西。真勁嗬，唔過你係古董啊嚇。不過有種係留下嚟做紀念講啊，當時使用嘅紙幣嚟講都啱嘅。真勁嗬，但係上講4萬元，幾陣時間係咪做嚟買屋嘅啊？做唔得？買唔到。買唔到。佢後嚟買東西，佢有四部推，推係那個一種1萬元呢，一種1萬元呢。四部推有推進部推去，按包去計好買東西啊！真勁嗬！佢係時尚嘅東西又好，對講1日3次。哦，1日3次。就是買東西，動作買東西，阿冇買東西，價錢都不一樣。冇共用，佢係早晨較便宜，還係動作，還係按部頭。當然早晨就個便宜啦，下晝就要漲價啊！哦，漲價哦。下午要漲，中午要漲價。按部嘅價錢要冇共用嘅。真勁哦！係可以講，佢喺度講1日3次。3次，哦，所以要較早地會去買嗬，稍微較划算，差唔多嗬。所以成塊年年成塊就可以千古都按。係真勁，睇得出嚟嗬，真係當久以前嘅事。咁唔過每一下阿伯哦，唔係記得唔做學徒嗬，幾多年以後才開始做一個翕相。好，做一個規定嘅也好，做3年4個月。哦，做埋3年，又行到3年咯。3年再4個月，叫做頭擺嘅老規矩。哦，當學徒也好，佢試咗3年嘅4個月。啊，真嘅，還要按照規矩，當做一點哪一度證書係冇，係那個有一個介紹人都保證人咯。哦，係，一旦你講啊，經3年4個月冇買嘅話，你離開一個地方，有介紹人要負責賠償嘅啲東西咯。真嘅咯，還要賠償哦。賠償，所以你要學一天要學到大。唔關於行情股。都一天嚟講都係學前個，冇開到一個保證人啦。啲保證人係乜嘢？係記得冇？保證人即係前景係白咩？哦，白咩嗬，白咩當願意嚟做保證人，錯冇嗬？因為當生啦嗬。對。所以你學嘅3年，又過4整年，佢倆中間就冇薪水好領。不過學得多1年過嘅嗬，經過1年過後，都有一點點嘅零用錢本來。哦，有零用錢嘅，開始都有零用錢，因為我19歲學啊嗬，比較啲個容易發覺講啊，係咪個容易進步個腳？因為較細開始學同反應較急，係反應較急，按人以上啊嗬，免喺台語係可以通啊。哦，講一個。師傅講嘅話係糖嘅色。哦，師傅講好老話。講好啦嚇，係我都糖嘅色啊。糖嘅色。嗰條腳啊。我徒弟背，我師弟都冇強樣哦。冇強樣。我師弟啊嗬，16歲小學畢業啊嗬。13歲。13歲小學畢業，啊都有個父母帶來，都來啊，聽下嘅樣，家下我意見都見過有1年lang嘅樣。1年lang是以公來世界嚟講都開始聽下你。都係個師弟啊！嘅阿伯談講呢，做師傅醫學嗬，加要講師弟談唔成好老化，嘅你記得有本人罵過冇？我罵嗬罵，我嗰啲人數啊，係一個我嘅師弟，因為美容方面嘅嘢，美容嘅嘢啊嗬，佢有個台語啊嗬，佢唔曉得講啊，佢韓文啊。
哦，所以嘛糖唔食吼，糖唔食。哦，叫我叫。所以有意义的吼。啊，我个师傅给他有学嗰个皮竹啊。皮竹唔是汁吧？嘿。啊，如果讲甲没有是嗰个也好，啊，唔去解放啊吼，买嗰个那个鹹魚嘅鹽啊。鹹魚嘅鹽落入嗰個汁啊吼。鹹有時把鹹味啊吼，本主要是一個很實質啊，較好食係嘛？哦，所以我以買個鹹魚個鹽嘅時節啦吼，每講唔糖嘅事嘛呢，有特別講係糖嘅事，結果呢是到街上去買時節啦吼，並唔係講買個鹹魚嘅鹽過來，而買乜嘅一睇罐嘅熟嘅呀，麻熟嘅。哦，拍東西嘅熟嘅。拍東西嘅麻熟過來，啊，本頭家媽話講啊。你出去啊，冇人講緊糖嘅事嘛，冇人講糖嘅事。糖嘅事，啊，你買過來買個東西啊，買唔錯嘅，買唔錯嘅，買熟嘅，不同嘅安尼。啊，而糖到佢上馬嗬，嗰鹽汪樣安尼嗬，啊，唔多數去買安尼。啊，有個邊馬都安尼青苔上啊嗬，啊，連一個過路嘅人啊，做糖到。人家家人哦，還沒有那個大熊大，哦，發生乜嘅事情？來看一下嚟。我真腳啊，看一下糖藥講安尼，啊，其實都師傅馬死啦，唔係炒死。嗰時天有叫嘛，這當然有意義的，他都念啱頭，一頭落山嘅時節，佢都突頭到後面去啊，後面去嚟講，佢都。見碟唔做啦嗬，哦，上過卡咧，我都見看，哎呀個有時是啲走去那去，我行見見，起碼到後背去啊嗬，如果安尼頭那淺淺那個嗬，一頭已經落山了哦，啊，如果可能哎，一定不是見碟啦，去關心一下，我都講啊，但唔是沒有，但唔是做乜嘅按嘅嘅咯嗬，按比上咯，如果講啊，本頭咁。啊，上路卡阿妹啊，啊，10歲都本人送本阿妹送出來，學技術啊你啊，當我個眼望啊你啊你，有本師傅嘛？哎呦，我冇相干啦，僕見到我冇相干啦，我原來啊嗬，啊，唔係講慢慢地學，一定會有成就，哦，冇相干啦你，哦，幾期好彩有唔到按關心嗬，當做的畢業哦，係。跟阿爸老大家分享到真神奇嘅故事，等下進到節目嘅現場，為老大家講到開業以後有發生乜嘅事情，同時還有帶到青島嘅相片，我俾大家看哦。啊，呢大家翕相，像我翕相呢，用手機嘅翕好以後，係講知道無動醬用嘅嗬，你下年先愛做修圖嗬，跟談講幾長時間嘛做得修一下，錯冇？講條也可以製作個嘛，油條哪冇？油條哪冇安尼哦，係做得半邊係嘛？這是相當嘅技術咯。哎呀！歡迎進到安陽風法嘅節目現場，我係 DJ 英。今日嘅來賓係來自屏東竹田嘅劉心祥先生。上一段呢，有老大家小介紹，幾段時間呢做學徒啊，哈，一辛苦嘅地方。嘅呢下呢，老大家來講到開業以後嘅事情，同時今日呢，還有帶來驚喜哦。阿爸今日有帶來2台嘅照相機，哈，看起來當上古董，嗱，你來小介一下。啊，我首先講一個T台，介紹一個T台，一台照相機哦，所以我開業T台嘅使用嘅照相機。哦，所以係咪用幾多錢來買？由日本嘅頭台開過來嘅，唔係我哋台灣也製造嘅。哦，你係日本做嘅。有個木材嚇，有木材，但係好多銀花樹木。哦，銀花樹嘅木材，青紅嘅木材。有木材嘅好處啊，嗬，佢唔會反，唔會變形，從來唔會蛀，從來唔會蛀，所以講我哋嘅好處都係。
哦，都掠下做下咧，哎呦，切切吼，真正同啱唔會煮，哎呦，唔會煮，佢掠喺邊做喺帶片嘅係冇？用帶片嘅後面，後背，然後嘛係佢用看鏡頭，然後傾下去就做得。對，一個都快門，係一個都快門，鏡頭，按照快門，可以都快門按照調整嘅，係，啊，佢對一個焦點，焦點時間，一個都打開嚟，打開嚟，然後自家調係冇？天天嚟調，一個調是講啊，調個焦點個會準唔會準嘛？係，一調開來，然後我哋都係天嘅創造出講啊，光線，可能光線過嚟，就熟不些，過暗我哋都打過去，全部都係數通嘅，都完全用數一個數通嘅，調好嘅。開面就裝底片，裝底片裝好個過後啊吼，也個本來都有一個安尼球嘅啦，吼氣球啊，你睇啦，安尼一個都冇，現在沒有冇嘅啦，一學都準備，洗嘅動作都，也都開面都變下啦，也都講已經都攝啦，鏡頭嘅，已經都攝到啊。哦，你真件，所以我學啊，嗬，冇咁簡單，全部都係數通嘅，好冇嗬？要識啊判斷講啊，光線，一拉啲，一強嘅喐，要識啊頭腦嚟想法，光線用幾多啊？速度用幾個速度啊？全部靠經驗，看這個就經驗。係，嗰兩台呢當中有一模共樣嗬，看起來較進步啲嘅係嘛？又還有一條線呢，係按遊戲嗎？不過也可以有腳架嘅。有腳架。因為佢重。係，這件當重啊，你要幾多公斤啲冇？呀，太貴，呀，搶本也個都有差不多有5斤以上。係啊，吃到一重，比你下個天諾還較重嗬，比智行電腦，所以有腳架嘅，但係外出嘅時間用嘅係冇？係，所以丫頭都比較屬於講啊，個相台個進，個已經個有進步啊，那個。係。不過也個係使用一個帶片嘅相機。阿爸近邊嘛有帶啦，帶片嗬，千太重呢，希望老太家來講一下，因為很太重，老阿姨後來看到嘅帶片係細但冇共用嗬。冇共用，也個都以前木錯嘅那個腳架嘅那個相機，所拍下來嘅。哦，這按太重，同時也係團體嘅相片，好冇？都得係千多人。以前個人照片也可以用啊，那個用。哦，真見到按太重，一格，咪係要用切去剪，好冇？冇，按太重，用落去，你地位用一個指標嘅。告訴講53寸嘅相片嘅話，也都像樣6寸嘅，也都可以當做4種。係4種，唔可以用攝4組相片。4組，1組、2組、3組、4組啊。嗰個攝睇4組當做得寫，好冇？可能拿下來，但換個面。揸個攝。另外一邊有人個可以攝。很好用。你可以暗上地方，雙面一個正面、立面，安尼可以攝安中央平台嘅大片。哇，很好用嗬，都得用千九嘅度。幾靚係嘛？計你兩隻。一個都廿台相機用。廿台相機用嘅。都同安尼。都得來出來嗬。嗱，後來嘅大片共用嗬，你係已經做唔得用嘅。現在冇用嘅，你都唔得用，都唔爽。唔過聽講你也唔係彩色嘅啦嗬。也個話算互拍嘅嗬，所以嘛有互拍嘅大片冇看過。佢來出嚟你係要幾多裝？都裝一個都暗房，暗相，裏面可以裝一批，裝一都轉，轉過嚟，然後就做得翕，哇！一個都從佢打開就看翻嘛，但係都唔得用嘅嗬。所以係按用嘅，顏色都按嚟。係，像按用嘅大片，就係兩下嗬，阿啲大家翕相，像愛翕相呢，用手機嘅翕好以後，佢講知道無動靜用嘅嗬，兩下人先愛做修圖嗬，佢聽講幾長時間嘛做得修一下，錯冇？也同手機嘅用法冇共用，冇共用，我哋也呢修完，修片一開始講啊。
冲片好，然后用铅笔啦，铅笔吼，用铅笔那个通常啊，我用专用的铅笔，嘿，用那个日本我个这个米兹比西30，还有分哈，一定要几种笔，还有分讲啊，用高硬的吼，大片讲那小个安尼个发明高硬的意思就讲啊，有拍过分明的位置高硬的，不平面的，不均匀的位置个两条的，嘿，用毛孔用的笔，我铅笔用个小暗床，从纸暗床安尼，然后暗床是玩酷嘛，用那个砂纸啊，慢慢的磨，磨到个笔尖嘛吼，铅笔芯我等于个那个补上肤个那个针的，个条线那个安尼按针那个按尖安尼，所以讲我拿个有带片啊吼，我拿个擦一层个那个胶水，泡个，胶水，擦过好，我讲走的吼，就有一个修正台，做一个修正台，就是可以细扛的，后面有电火，就宽的那个吼，都将个削好的铅笔的吼，慢慢修，一点点修。几个动画画图有学过是嘛？有个修的顺序啊，大部分都有压头开始，压头开始，皮匠和皮工呀。你压头迄头拿毛唔拉就做在画头的是嘛？可以补上。按好哈。要补头拿毛我们用铅笔画。铅笔画时间都有画面。要可以补那个头拿毛，给开口个的话吼，我用那个修正刀。刀诶。清那个一种工具吼，工具安尼手清理的，安尼刨的，安尼刨一个木面安尼。慢慢刨。听起来。光头也可以制作讲啊，油头拿毛，油头拿毛安尼含做是本边是嘛？这是上当的技术咯，跟普通的都可以的哟。有一般爱去翕那个信用照片啦吼，信用唔剃光头，因为推唔过来呀吼，无头拿毛的。你做哪个补是嘛？我就做好个开话，伊都要求来讲啊，师傅可以做一个头海卡拉个头拿毛安尼嘛吼。好。还做的自听发型是嘛？可以分太细片哦。很厉害。他以前没讲头拿毛一片黑糊哦。我有安尼一条安尼线条说出来哦。懂，很逼真，就是那个逼真，头拿毛一条，要看得出来哦。也有相当功夫吼。经过多法。技术清好。可以太片呢。一边分片太片细片的，细片太片安尼。都讲啊，理发店咪出来安尼，都裁好用安尼。按成功。佢唔係講啊，3人2人的功夫都唔都講係落去做。一旦做冇嘅話，一種大片都飛嘅。都冇用嘅，所以我堅持講要把握做冇啊，冇把握做我都唔會演下講可以做啊。我想請教嗬，同時會請有經驗。當初我咪想講，我試試看可能有辦法。結果我做出來也好。都滿意，必須是講啊，懂爭到，哎呦，所以我先就可以翻譯啊，做傳開嚟嘅，同時幾段時間係唔係拄好一揾證件嘅時間，通過也係上禮清好。這個攝影嘅個純正的相片啦，本年一個人冇請師傅，我夫妻2個人啊，2個人嗬，都合作2個人嘅，我出現我一下。我下下都我以上有15個寸，15個寸我全部啲企哦，全部啲企哦，我同做啊呢，我同做。15張寸按到哈，15下寸去哦，寸面唔可以多人點樣嚟去噃，下寸面寸去下寸去，攀公主嘅下寸去噃，我帶定就像幾個去，一個三角嘅，帶去喺度攝嗬，一件嘢攝噃，然後做了一張相，攝嘅，咱暗時就存片以後，相片啊嗬，佢困難嘅地方嘅話，
相片啊，必须讲要粉墨个纯的人，啊粉墨个名安尼哦，相名个写落去，系啊，要写清楚，写好相片要写，系，剃多人吼名相要记落去。做唔得做复制人，复制人啊，咱唔会混乱迄啦，咱可以调伊个身份证啊，嘿，有啲困难的地方都安尼。哦，所以几段时间做动清楚，我登记好嘞。对，嘿，所以讲一点都唔可以马虎哦。嘿，真嘅，几段时间洗相片嘛，一辛苦啦，吼，就因为不嘅迄没卡洗，吼，无办法做洗相片的时间，因流汗，系嘛？有疼啊，但行流啊都。好，无下去出去哦，无下去出面出可能流啊都脚底下流下去。哎呦，一直流下来流下都脚底面哦。哦，真嘅又辛苦哈。嘅阿棒呢，老大家嚟講到哦，開業嘅時節啊，真神奇嘛，真辛苦。嘅等一下轉到節目嘅現場呢，會帶青島嘅相片，老大家嚟分享。佢有到醫療眼光哈，睇下幾多層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層咧。也個9房9煞吼，本來都2層了。2層按過，已經差不多同一個屋檐按過嘅咧。最淡過。係啊，都差唔多個嘅。現在來講啊，冇辦法翕一張相片。現在情況啊，連家長出來嘛都連個都係嘛翕就買嘅嗬。轉到節目嘅現場，我係 DJ 英，今日來賓係昨天真有名嘅營養師劉勝松先生。阿棒呢，今日帶來青島嘅相片吼，係咪老大家來講到哦？來從呢青太宗吼來講一下，嚟係乜嘅故事？一個都係我在一個時事看一個時節，體重嘅團體照片。哦，體重嘅相片，時事中意是一個3主人的公雞。哦，公雞嘅時間呢，大家來翕相係嘛？嗰兩條人咧下就已經冇彩嘅啦，嗬。哦，冇彩事嘅，冇彩事。嗰段時間讓20歲人歲。20歲9歲。哦，29歲嗬，哇！嗰段時間呢，真嘅都有紀念嘅意義，錯冇嗬？紀念嘅意義嗬，真嘅青太青島。嘅做啲老安尼來講一下，因為按有名都本人搶出去來翕按重要嘅相片。好，有個事情啊，我又唔係講我個威脅啊，我唔敢講我個威脅啊。應該係千威脅。不過如果可能嘅話，超啲器材一樣嘅，啊如果講我係我當我都起人嘅。哦，會緊張冇？嗰陣時節冇翕過按多年咧。哦，唔會緊張。唔會緊張。係因為我看過咗場面嚟，見過看過咗場面嚟。唔會係，所以嘛，伊有經驗吼，所以就知道當用輕吼，就嚟翕呢一種按多年嘅按樣相片吼。跟還有呢兩片嘛係不得了，嗰陣時間呢，青島嘅學校吼，畢業典禮啊等等，做唔翕嘅，好，跟有翕過幾多集，還記得冇？幾多種？幾多學校？幾多學校？我翕嘅學校吼，經過平天冇講嗬，平天冇講，還有經過上山咧。哦，要上山嘅，要下過海去翕嘅。哦，要下過海啊。將東江嗰度安尼，那個小橋嗰度係咪可以？冇過去。去睇去嘛。哦，真嘅咯，有名嗬，到處去翕嗬。冇，不過佢係用嘅相片啊，係畢業照片畢業照片，行下都按人去哦，所以差唔多6年、5年。唔可以去按你嘅分數，冇多行到一樣。嘅5、6年你係咪去無限？所以畢業以前。可以從新郎年那個3月開始3月開始就開始翕嘅。開始做。嘅還有另一種呢，哦，我唔是看過有按多年啲強壯相片，那有130冇？哦，一種相片啊，嗬。都當屆嘅畢業生，有5班級，哦，5班，五個班級，係，還有嗰個老師
安尼太阳哎，那些有30人诶。30人嘅線上嘛有員工嚇，校長啊，表下啲員工。係嘛有看到高中嚇，好，所以你係高雄縣太書國小，太書中心國小。哦，太書嘅中心國小嚇，T25嘅，你都要寫得懂清楚。咁阿爸你順豐嚇，嘛係設計設計草模嚇，有個設計啊嗬，咱特別一種之後，設計好勢已經製作好嘅，係，啊我哋用安尼有。安太狀，寫安太狀嘅個相片，就有安太狀嘅大片。哦，大片。係。唔係按四台嘅，個太台嘅。太台嘅。太台。將按過嘅嗰係，本來照相機。腳架嘅係，對我嚟講都按嚟翻拍。哦。翻拍一種底片。翻拍是一種個大片。係。然後我哋能去重寫出來嘅嗬。都能去按防度嘅。係。一種咱經過重寫相片。哦，按辛苦吼，無按簡單，咱做一次按獎吼。你係高雄縣太書國小嘅吼，嘅所有嘅高中啊、先生還有學生嘅吼，哦，真件當幸福吼，有阿伯老其他都設計按好嘅吼。幾長時間呢，嘛有翕過青島嘅做學教草模，像你係咪老太教嚟小記一下？你係乜嘅國小？有個咧西施國小，西施國小，西施國小，西施國小啊吼，因為以前落高沙，落高沙，落高門，落高門，現在冇咁樣用，看唔到誒，所以你係歷史嘅畫面哦，吼，對，要圖面地配嘅學生誒，全部都做阿婆，全部做阿婆誒嗬，你係幾多年還記得冇？幾多年前？我講民國，那個咩都民國50年生嘅嘛。哦，幾長時間係冇？幾時代嘅嚇？嘅畢業生。頭擺學校係上到按用去，然後你係親模共用嘅嗬，看唔到誒。哦，你係珍貴的畫面咯。跟同時呢，哦，另一種當像大家看一下嗬。貼按鼓，嚇學生嘅全部貼按鼓，係用嘅做得到嘅，但係佢要到2條按鼓嚇，你幾多層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層咧，按當用嘅貼嘅，一個9房9沙嗬，本來都2層了，2層按鼓，已經貼不到同一個5樣按鼓嘅咧，最單鼓。係啊，都差唔多個嘅，因為嘅當時啊嗬。可能家長都冇注意按佢嘅啦。假使講本家長看到嘅話呢，他必定講我唔可以本按全按過啦。哦，會嚇到嚇，仲要按過。安全問題啊。係啊。危險㗎。按危險樣嘅嗬。危險㗎，感覺按嘅唔安全。連家長啊唔敢，連老師啊唔敢負按嘅責任嘛。係，所以講啊，現在來講啊嗬，冇辦法去到總相片。現在情況啊。連家長出來罵都，連都係嘛，協助罵嘅嗬。當初學家仔，家長佢冇出來看，結果跳翻按過，跳翻按過。係，幾長時間？呢一種相片要幾多上映？還記得冇？可能我5班級啊，嗬，1班級5班級、6班級。連分校都有6班級，1班級啊，差唔多平均有50人以上。50，哦，所以差唔多有330按用嗬。太可按用，所以全部呢做一啲同一種相片地圖，嘅之後貼起來啊，冇辦法看到大家嘅面。因為書學校嘅嗬，有個老師嘅都要求講啊，唔同啊，找一張按那個照片出來，唔好講啊。另外，我分各班級嚟示範嗬，各班級分，一中團體一個全校嘅嗬，伊只能同佢示範。哦，所以要貼嗰些人能接受嘅。哦，貼佢講啦，希望講全校嘅畢業生全部所以咱們有另一種挑戰嗬，就係挑戰。談講幾長時間新聞報紙嘛有報道嗬，因為冇按簡單330人嗬，同一種相片。嗰個電視台。電視台嘛有小嘅，當初有地圖嘅學生嘅，看到係人偷相片係冇？報紙嗰時間啊，嗬，伊講啊，有個地方嘅一個學生咧講啊，有個外人嘅畢業生咧，係外有啲地圖哦，係外嘅相片啊，嗬，唔見咧，麻煩嗰4種相片幫我按咧。一種大片學生係要留定嗬，因為當貼片，後所以要留定。要輸個嘢嘅，而家嘅嗬，係貼片講啊，係
深嘅大片射出来不一个。哦，按有心哈。啊，伊嘅条条对亲人的地方来讲，系点方对。哦，因为当正规啦，哈，看到新闻又有报，自家又唔见的，夹落以前，哈，希望还有留定，真件就有留定，哈，所以有年份就按样片啦，啊，两种相片呢，真件不得了哈，诶，除了做翕學教啊，哈，啊，还有呢做公祭啊，哈，还有青島有翕過團體照很樣辦呢。哦，有鄉公所，嘿，鄉公所，鄉公所。鄉公所可以講啊，鄉種手指。哦，好當重要嘅嘢咧。啊，代表鄉民代表手指。村長手指。哦。大部分講係會多重。好，像兩片呢就有差唔多兩碼係鄉種嘅手指翕上嘅。也係。也個話係鄉種當選喺移交。哦，由縣政府主管嘅派嘅官員去移交嘅照片。照片吼，馬有留定，好，所有嘅官員都要翕到。主要各部門嘅主管官員嘅都有。係，嗰兩片呢，又係有冇共用，兩碼係鄉公所。對，有竹田鄉公所嘅舊建築，目前嚟講2層樓已經過2層樓去。哦，所以咧本來係1層嗬，都冇共用。係單層轉那牙嘅安尼，轉錯嘅嗬。係有嘅也係當選就是由縣政府嘅監考人員，各機關嘅還有訴訟嘅就參加嘅。哦，所以呢，Q 嘅房嘅鄉公所 Q 嘅樣嘅最係用嘅嗬，嘅睇下，係看唔到嘅，睇下看一下嗬，兩碼係歷史嘅畫面，嘅前邊呢阿伯帶來青島嘅相片，安尼休息一下，等下轉到節目再個繼續來看。村莊嘅唯一的個樂隊哦，唯一咯，唯一的樂隊，有個樂隊啊，難得。無論講啊，喜慶，做生日啊，結婚啊，係嗰條喪事嗰條遊行，全部都也對嚟講，也係個，也係弄嘅個也係個出到。又係有遊行嘛，咪參加嚟嘅嗬。你係唯一嘅一張樂隊，所以呢非常嘅無限。本樣進到安雄風法嘅節目現場，我係 DJ 英。今日大家呢聽到阿爸看到青島精彩嘅相片，唔過一定知道含辣嗬，還有嗬，另一種呢貼片呢要疊起來嗬，但係全家福錯冇嗬，還記得係翕乜嘢冇？也個係咩也係我哋要熟識嘅人啊，熟識嘅人嗬，也一對夫婦啊嗬。一種一個地杯圖面地杯嘅聲音咧，全部都一對夫婦生下來嘅。哦，太太謝謝，係，他當初政府也有鼓勵啊。有鼓勵，種聲音已經有10倍以上嘅，都有可以獎勵有獎賞嘅。哦，真嘅咯。有獎金嘅。哦，所以講啊，希望大家共度地位。盡量努力嘅嗬，盡量叫我生活嘅生產寶貴嘅嗬。哦，當然。國家嗰度安尼，市嗰度安尼嘅人啊，嘅係唔可以查，所以呢，另一種呢，哇，真勁嗬！看得到幾段時間，大家都做嘅非常嘅獎嗬，嚟到做相關嚟翕相。嘅阿伯呢，攞佢疊下嚟，同時設計呢，還有寫啲嘅詩，係咪老太個嚟念一下嚟？好，一個相片嘅內容嘅好，係咩都講啊，一個都會。也兩個夫婦生下來嘅聲音咧，我個相當嘅政府有經過保養，有兩獎嘅。哦，係厲害嘅家庭。所以講啊，當時伊嘅撫養按到聲音咧，嗬，相當嘅辛苦，係冇咁簡單。太細過大夫的，安尼，不過嘅時間真辛苦，他還有聲音嘅狀態過後啊，繼續當幸福。你嘅聲音咧就出頭。士農工商做過呢，做
全部都每件都有投入啊。有氧，所以教育动講啊成功，所以講啊，有個也我也好辛苦好多噶吼。當然，安尼佢也唔會個嘢，每個生年清管一定你談話咧。所以講啊，都係想係點樣嚟協商啊吼。因為講啊，一種相片應該研究傳下來，本一個大家人看，本大家人看，不但講本大家人看，一家人啊吼，連個個相片都冇嘅。所以講啊，以為要叫講啊，一種相片話可以變個態勢，個世嘅每一個兄弟姊妹，每一個分別一種安尼。再個翕一擺，然後寫本給倆到，有樣。所以呢，真件批判青島嘅家庭度過暗迷茫嘅時節。嘅同時呢，係咪青島因為到伢做相關呢，要派全家福係冇？有。要先預約冇？不過預約啊，係通常都要年節啊。年節嘅時節。年節都講啊，全家福。過年以前係冇，大家來協商，團圓一下。有每個家出去嘅，轉來帶細嘅，帶自家嘅細路啊，帶自家嘅全部帶進來。細嘅帶細帶過來，攞解啊，同一個攞阿爸攞阿娘嘅度，一度喺個自家兄弟姊妹嘅度。譬上嘅全家福啊！真件非常嘅美滿所以哇，大家就看到嘢就係相機來燒一下嗰兩片呢，嘛真神奇，佢哋都係乜人啊？也對嘅樂隊啊，都係啲時時一個附近裏面一個村莊咧，唯一嘅個樂隊唯一啦，唯一嘅樂隊，一個樂隊啊，很難得。嗰當時也係風光一時啊！無論講啊，喜慶，做生日啊，結婚啊，嗰度喪事嗰度，遊行，全部都也對嚟講，也係嗰弄嘅嗰出到。又係要遊行嘛，會唱幾多條？你係唯一嘅一張樂隊，所以呢非常嘅無限。大家都會唱幾多條？去來表演，習慣啦，錯冇？冇幾多條動唱都動唱小動動係，嗰兩嘛係一種係咪宣傳嘅照片？你有很多宣傳照係冇？呢張樂隊嘅。因為一個團隊嘅就話為了講紀念有個團隊啊，當時國年以後會分散嘛都有一種相片嚟講都當時我哋係瘋狂一時啊，那個意思啊。係大家按後上跳下嚟就係演奏，錯冇？所以來紀念，來紀念真係。動拍頭，跟還有呢，有看到另一種相片，當中有看到動宿舍嘅人，動宿舍嘅面，老大家嚟講一下呢種相片。一種相片啊，都係結婚嘅時節。很帥氣哦。結婚嘅時節，那當時嘅下係咪算28歲？28歲，幾多時節算一萬結婚係冇？我講一個故事嘅。有個順後期嘅時候，進入嘅模型，他已經見過做嘅個模型啦，幾乎講差唔多會100倍以上嘅。厲害嘅前進入喎，進入嘅人嚟，介紹也就係你看什麼嘢，應該要看兩個3個人嘅。真嘅就順頭看一個，中午看一個，個啱啱要做得到看一個。本身講啊，嗱做嘅也冇拍飛啊！一天到晚都可以成功啊！一天可以成功都要決心。所以講啊，一起來講都看3個2個人嚟。真嘅。那要講啊，2個3個先唔會嘅。所以幾早就顯到啦，所以個相當嘅專業。專業，同時而家數項嘅年輕多啦，唔管誰咧，又看誰妹看誰來，全部都動所以幾早時間就看到兩下不一樣。所以兩一種結婚係蠻熱鬧唔天氣咧。如果我嘅朋友用卡梅拉去拍，用卡梅拉去，就唔係按用嘅相機唔係按用嘅照相機。如果強片咧嘅卡梅拉去拍。就翕到按獎，同時間幾早時間本來要做結尾唔係做台。不過我嘅人台啊，但嗰種人坐啊，你嘅兩個人台嘅人嘅結尾啊。即係已經所以嗰時送經驗啊，
佢要加冬宴冇？哦，冇啦，講青宴，嘅嗰日呢吼，嘅我談講嘅廣州人啊吼，廣州人講啊，行嘅腳步啊吼，我以為呢，好像習慣都要呢。左腳右腳安尼，不然那我平衡，冇不然呢發橋會縫起來。哦，會縫起來，會縫起來，所以大縫橋啊。叫仲要經驗嘅人哈，當做啲嚟講。唔過事都安尼講。係，唔過幾段時間呢，你就選擇用茶誒，但茶誒係安排條係幾長茶。幾長茶嘅當初一個小時啦，差唔多啊1-2腿安尼哦。真嘅咯。清早時間。其實一千多張一千多1個。哦，然後你下結婚，我當天產堂共用哈，產堂共用，所以差唔多動到張嘢以前就會先講好。所以呢，看到人嘅相片，馬提到呢，千到頭擺嘅事，給阿爸呢，除了佢俾帶按到嘅相片，你看到呢，按復古嘅照相機，然後呢，俯拍嘅相片，到彩色嘅相片，到數位嘅照相機，到兩下數機嘅模式相片咧，哈，兩一路到兩下，阿爸係見證規則嘅過程，嘅唔知道樣板樣嘅相。一個頭擺嘅相片吼，都比較啲講啊，去攝相片，去前那一個相片，去攝相片都過方便。現在呢，好像最近冇一叫，我嘅特別過嚟嘅朋友講啊，我去攝相片啊，我手機嘅堅持嘛，攝相過唔到啊，攝唔到咧，攝相過唔到啊，相過唔掂真係就嘅啊，所以講啊，不如講我過嚟我哋上下嚟講啊，相關天咧，一下我哋都啲講嘅比較啲個容易攝嘅樣，啲圖是啲圖卡唔好寫錢，係嘛？冇容易攝啊，相片啊，因為時代冇同樣，時代冇同樣手機拍嚟講有時間，但係想看相片嚟講，手機打開嚟看就可以。係啊，係你天咯打開嚟嘛，都會得看。有必要時間，讓人拿來攝相片，拿來相本攝。有呀，唔過呢，隨着用做翕相嘅機器冇共用，唔過技術還係冇變嘅，錯冇嗬？技術的嗬，不過玩搞手機啊嗬，隨便玩，但係多找幾張，他要的，後尾嚟講我都留起來，唔可以馬上嗰啲攝出嚟嘅，要你嚟講冇可能嘅，講緊。不是按你帶片上冇按到啊，要呀，佢唔會浪費，唔會浪費。看準來了講，我用到有必要，我哋那要交換。手機拿到外面那個亂機器嚟講都唔信嘛，佢嘅唔可以嚟講，馬上都可以攝出嚟。所以佢都實在嘅都冇中用嘅嘅。用相片嚟講，能嚟攝，冇用相片根本都冇必要攝相片出嚟。有樣吼，所以呢，天天做器材冇共用，時代嘅進步越來越環保哈。唔過大家嘅攝相片做一種問題，我潛地方哈，迄個到昨天嘅話，做得潛意，錯嘛？到昨天呢講茉莉上係美足地係乜嘢？係，好希望呢大家哈做一啲做用翕相哈嚟寫日記哈，係你唔記得哈。喺這邊呢，當感謝阿伯。感謝主持人，感謝安永風法，你下次再飛。阿爸今比清早就到嘅現場，帶嘅青島包嘅相片、資料還有器材，做得清楚嘅看到佢當天老大家分享到自家做嘅超過1甲子嘅工作。每一張相片都有青島嘅故事，每一張相片就講定昨天人嘅過去。喺阿爸嘅身上，我看到客家人硬頸堅持嘅精神。